美國向委內瑞拉展開軍事行動，同總統特朗普近日嘅言論，都令外界懷疑佢有意稱霸西半球。至於加拿大係咪都會成為動武嘅目標呢？有時事評論員認為機會不大。鄧永章報導。前加拿大駐聯合國大使 Bob Rae 最近接受媒體訪問嘅時候話，美國總統特朗普有意稱霸西半球。雖然佢最近冇再提及想加拿大成為美國第51個州，但呢個並唔代表加拿大唔係佢嘅目標。民眾又是否擔心美國可能會向加拿大動武呢？出奇啊！我講俾你聽，特朗普話要成為51個州噶嘛，加拿大。因此嚟講嘅時候，大家要提高警惕，咁就係啦。佢又講過話咩51州啦，咁同埋佢又即係佢成日都係不顧一切嘅咯，係做啲嘢。即係你覺得佢真係會咁做都得嘅？擔心咯嚇。I don't think it's going to happen, and because we have Britain's help, and Prince Charles even said it himself. 時事評論員廖長仁認為，雖然特朗普同時都有批評加拿大同埋委內瑞拉將毒品流入美國，但兩國始終有不同之處，向加拿大動武似乎並冇足夠理據。捉咗委內瑞拉嘅總統咧，就唔係就係話因為有毒品從你國家流入，而係話係一種好明顯有組織嘅犯罪行為，並且似乎直接同你呢一個嘅總統係有關係噃。嗱，當你咁睇嘅時候咧，同加拿大嗰個類比性咧，似乎又冇咁直接啦。咁而委內瑞拉嘅背景就係佢似乎係一個非常反美嘅一個嘅狀態，而背後兩個好清楚嘅力量支撐住佢係俄羅斯同中國。咁而呢樣嘢亦都唔係加拿大呢方面嘅問題嚟㗎。嗱，加拿大可能面對風險啊，咁特朗普向委內瑞拉展開軍事行動，又會唔會令中國提早發動台海戰爭呢？從驟眼嚟到去睇又話，哇，好直接啫啊！即係美國嚟到可以捉咗呢一個委內瑞拉嘅總統，咁中國都可以捉咗呢一個台灣嘅總統嘅啫。呢個又係驟眼睇嘅啫。你諗深一層又唔係咁簡單嘅，因為台灣佢嗰一個國防同埋嗰個偵測嘅系統又係好唔同嘅。最大唔同係咩呢？背後支持住嗰個係美國。但佢認為美國對委內瑞拉嘅軍事行動可能會令中國加緊部署向台灣動武。Omni News 記者鄧永章報導。